大家好，我係4真班嘅吳若蘭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好感恩嘅事情。今日香港掛咗8號風球，出面嘅風好大啊，雨都落極唔停。我睇下新聞，原來呢就好多家庭呢都要離開佢屋企，真係好危險啊！仲有好多水浸添啊！但係我都好感恩，我係有一個好安全嘅屋企，我同埋家人都可以喺屋企度好安全，唔使擔心風雨咁樣，一齊祈禱啦，一齊食飯啦，還可以一齊唱詩歌添啊！感覺好溫暖同埋好安心。我知道呢一切都係神保護嘅，他讓我們有呢個好安全嘅家呢，好平安咁樣度過風球，我已經好感恩㗎喇。所以我想講，多謝天父，多謝你給我們一個好安全嘅家。